有人問我咧，做減肥點解唔入市面上最紅嘅機，要入 Indiba 呢部咁老嘅機啦？的確咧 ，Indiba 係真係老嘅。佢第一代咧係講緊1983年出世啦，咁到今年咧其實佢已經係42歲噶啦。咁但係佢一直有 upgrade 嘅，嚟到我哋最新呢一部嘅黑機咧，佢已經係講緊第6.5代啦，係2024年最新推出嘅。咁點解我會揀 Indiba 咧？因為我做完一輪 research 之後咧，我發覺 Indiba 係我心目中最勁嘅一部儀器之一啦。佢做到嘅嘢咧，其實係好多好多嘅，因為我會再講。但係單從減肥嚟講咧，佢嘅功能咧已經比其他儀器多。除咗一般減皮下脂肪之外咧，佢最獨特嘅地方就係佢可以減內臟脂肪，同埋防止脂肪細胞再變大，即係瘦咗之後咧係冇咁容易變翻肥嘅。呢兩點咧係市面上其他儀器都做唔到嘅。咁點樣做唔到咧？因為佢嘅核心技術暫時未有人可以複製得到，就係將448 kHz 呢一個嘅物理電導入去身體入面，唔係447，亦都唔係449，一定要係持續且穩定地輸出448 kHz 先至會有呢個功效嘅。咁448 kHz 有咩咁特別咧？呢一個特定嘅電流入到身體入面咧，係會產生內生熱，即係唔係普通嘅減肥機係從出面加熱去溶脂，而係從身體嘅內部發熱去溶脂嘅。咁所以佢嘅作用範圍可以好深，深度係可以減到內臟脂肪。另外唔反彈係點做到嘅咧？我哋可以睇下呢張圖。咁脂肪細胞入邊咧有兩 part 啦，第一 part 就係左邊一個藍色個粒叫做 pipa gamma， 佢係攞嚟收集油脂嘅，跟住佢就會將油脂 pass 去右邊嗰粒黃色嘅 paralimpin 嗰度，攞嚟儲存啲油脂。Indiba 咧就會將 paralimpin 入面嘅三酸甘油脂分解成甘油同埋脂肪酸排走，去縮細脂肪細胞。同時咧亦都會阻止藍色嗰粒 pipa gamma 去收集脂肪，以防脂肪細胞再變大嘅，咁就可以最大程度咁減少反彈嘅機會。除咗減肥之外 ，Indiba 仲可以做啲乜嘢咧？其實佢呢個技術最初係用嚟做治療嘅，佢做各種組織同埋器官嘅修復。因為我哋體內嘅細胞咧係只有接收咗呢一個電流，先至會打開佢嘅離子通道，將細胞入面嘅一啲壞離子輸出，然後再接收出面嘅好離子，令到細胞咧得以回復翻佢本身應有嘅功能同埋狀態，去令到身體恢復翻健康嘅。咁所以 Indiba 咧其實可以同時做到促進循環啦、皮膚修復啦、筋膜韌帶嘅修復、增生膠原同埋增加幹細胞嘅分裂等等。所以痛症可以做佢啦，然後受傷都可以做佢啦。咁我哋之後咧亦都會有機會開發一啲例如改善經痛啊、提升胸部啊或者係生髮、育髮等等嘅療程。咁呢啲所有嘅功能咧，佢都唔係空口講白話嘅，全部都有 paper 去 support。佢有超過600份嘅 paper 同臨床去 support 佢啲功效啦，亦都有10個認證嘅。所以老機有老機嘅好，佢啲 paper 同埋認證咧都好齊全。